棵大榕樹，開始咗我嘅故事。當年啦，我雖然係細個，就喺呢度啦，見到有人收陀地，燃點咗我心裏邊咧要追尋嘅公義嘅一團火。我做法官咧唔可以參與政治，政治上咧遲起步，所以過去幾個月啦，我每日都非常落力去見人，希望咧係多睇多聽，寫出一個最合適香港嘅政綱，化解社會上嘅怨氣。有人咧笑我陪跑喎，其實我一路領先緊。講到政綱啊 ，John 同 Kerry 咧，一直都喺我後邊嗰度食塵啊。咁喺選舉嘅過程之中啦，少不免咧會聽到一啲批評啦，或者一啲謾罵。我唔去猜度啦佢哋背後嘅目的，我只係知道啦，我要用盡我嘅能力，加快香港嘅民主步伐，改善民生，將呢5年嚟搞到烏煙瘴氣嘅香港啦，重新縫合，團結起嚟。香港人啦，其實好可愛嘅。面對逆境咧，識得靈活應對，面得嚟咧，其實係好有人情味嘅。有時係激下你啦，但係其實咧好有理心嘅。所以到咗今日咧，我對呢個地方咧依然抱有希望嘅。我係第一個參選行政長官嘅，由參選嗰1分鐘開始咧，就表明唔理831嘅目標咧，就係要由市民選出邊個可以提名候選人，然後1人1票。咁樣選出行政長官，最終咧係達至雙普選嘅。我從來唔會含糊其辭嘅喎，又唔會立場飄忽，因為咧真普選係莊嚴嘅事，絕對咧唔可以含混過骨嘅。實證係咧，由我參選嗰第1日起咧，我就一直去追尋呢個夢，希望大家俾香港一個機會，同我一齊發呢一場不老嘅民主夢。